Hello，我呢個一類鐵線蓮略觀同埋 Willy 咧，咁就開啦。而家拍俾大家睇，咁我都好滿意個效果。咁再講講點解我咁中意呢啲一類鐵線蓮啦？因為你睇到我呢個位咧，其實喺啲大樹下面。咁而家啱啱5月份，其實啲樹葉未生出嚟。咁佢已經開花啦。如果我種啲普通鐵線蓮咧，比較遲先開花咧，根本就吸收唔夠陽光。咁佢一類鐵線蓮因為比較早，咁佢可以喺大樹啲樹葉生之前咧，就已經吸收夠陽光俾佢生葉啊、開花啊。咁所以我呢個位咧，其實真係只有一類鐵線蓮先會生得好咯。咁同埋你睇都好靚，咁我好滿意啊！咁因為一類鐵線蓮咧生喺舊枝，佢啲花苞係生喺啲舊枝度，咁所以咧就盡量唔好修剪。咁除非你真係想整形，或者可能有啲尖端啲位已經枯咗嘅，咁你就可以收一收。咁盡量都唔好收，因為佢下年咧就喺啲舊枝嗰度出花苞嘅。咁都有朋友問我有冇立枯過啊？咁其實我種咗3-4年，真係冇立枯過啦。所以對我嚟講咧，佢係零管理嘅。咁唔使點管理都可以生到呢個效果咧，我好滿意咯。因為我都好忙，平時又要照顧屋企啦，又要返工，又要返學。咁其實太需要時間嘅植物，我真係未必應付到。但係呢個好輕鬆就可以開花，好推薦大家嘗試揾下啲一類嘅鐵線蓮，長瓣鐵線蓮，有隻蜜蜂啊！Thank you，bye。